上青上 hit 的歌，拢伫报道新歌发烧榜。已经破完咯，咱即马已经进入旧历的几月？8月啊，所以爱唱啥物歌啊？8月15，即马要等中秋对无？当然啦，中秋还未到吼，咱报道新歌发烧榜，我那是要来放榜啦。一定会哦，每一个礼拜拢爱放榜。这个算讲是秋天的发烧榜，秋烧。秋榜，发秋榜，喂，发烧榜啦。全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资讯，大礼拜五大日拢准时伫咧遮陪同这个阿英的吼。敢若毋是我陪同你，吼是你陪同。你主角了。毋是吼，阮两个陪同大家做伙来听好歌。这个今天的话那是赶快啦，有很棒的新歌进榜而且有那个好久不见的前辈也出现了哈所以呢精彩可期。是，对第5名开始报起好不？当然，来第5名，第5名。干一杯马拉松，饮了个超原价。干一杯呀马拉松，醉了阮不。这礼拜第5名是阿如阿哥乌面两人所合唱的歌曲，叫做吼南部妹，南部妹，怎么样？南部妹讲的是咱主持一姐，对，伫咧屏东哦，真厉害一位这个主持一姐阿如是有线电视的这个服务的主持人，是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对，你看即马嘛推出个人的这个上新专辑，是，而且咧在这张专辑当中，伊嘛是有这个演艺界真侪好朋友拢来帮站，像讲这个男生呢，是就是当部兄啦，叫做黑面菜吗？不是啦，后面的啦，后面大哥。咱大家哦，听众朋友咧看迄个咱8点钟，8点钟的时阵都看到后面的，搬派人拢就好笑诶，他都永远不会是很狠的那种坏人，会有点逗趣诶，算讲善良的好人。对所以啊，这个吼嘛特别伫专辑当中介来这献唱啊，真的很讨喜。是，马上就进入到咱这第5名咯。嘛希望讲这个阿如会当有真好的成绩。是，干一杯马拉松。第4名。千里姻缘一线牵，世事注定的情缘。音乐响，跟谁牵？都唱国语唱华语就唱甲好势好势，突然之间变这个台语的是什么意思啊？大等下，我跟你讲，无猜你在做这个实力派唱将歌手。安怎讲？我跟你讲，台语歌单都需要一个变化每当讲一成不变，要变化球。对，所以呢，这礼拜第4名就这首真够变化的10上新专辑《缘分天注定》当中，甲伊的同门师弟，大卫变魔术的迄个，不是迄个，是食拉面会当连续食30碗，还有做大胃王，好啦，无啦就大卫啦，10甲大卫合唱的这首歌叫做《今生情缘》，这里两个人这华台唱啊足有味的。我跟你讲，这就爱默契呢。对，爱默契，对，而且这个台语歌曲里面男女对唱总是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对不对？可以做互动嘛。跟朋友出去唱歌，对吧？来一个男女对唱做雪中人小姐，请你和我爱，还有咧这个今世情缘，就即马上新的这首歌曲嘛，希望大家多多支持10甲大卫新歌。第3名。哇，真有感情的声音呢！是什么人呢？这礼拜第3名，首周进榜，马上达到前3咯。不容易，不简单。你知道这是什么人不？我唔知，你爱讲阿西，因早囝。我来这个我们演艺界的前辈阿西大哥的女儿杨秀慧，秀慧姐，你看你安尼讲到老听，秀慧姐啦听到真正
没安怎啊？哦，没安怎，因为爸本来就阿西大哥啊，对吗？自细汉都在看，对啊，山甲阿西呢？对啊，你像哦，这个的这个秀慧姐可以说是呢破天荒了哈，这个唱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品，上新专辑叫做《阿布的美丽与哀愁》，真正有感情的，听了有感情的哦。对，这首歌曲吼，作词的人是白冰冰哦。作曲的咧是叶圣清，哦，这圣公是十分搞瞎瓜的吼，这个组合啦，帮他量身打造一首很特别的歌曲哈，首周呢就得到了这么好的成绩，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加支持哈，我们的秀慧姐，是，对不哈？后来这礼拜第3名，杨秀慧，阿布的美丽与哀愁。感谢你一切为第2名。悲欢离合，我把因的喜运喜怒哀乐。顶礼拜的第1名，这礼拜下滑了一个名次啊，但是他已经是连续第4周哦，在我们的榜上了。蔡小虎上新专辑《男人的坚持》当中收录至第2波主打歌哈，人生旅途。喂，人生就好亲像咧这路行感官啊对。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有，对不对？当我们这个有快乐的时候呢，就把它当做这个稍微休憩一下。有阿那讲了吼，当有些不如意的时阵呢，你话那是吼，爱定继续行，对不？定是啥？就是爱心头掠好定。哦，哎，讲我清楚。有人生旅途嘛是这礼拜的第2名，蔡小虎大哥的歌声。好，来，咱就来听第1名是什么人哦？中华职棒元年吗？你刚刚的前奏就励志哎，对啊，一把火就要燃烧起来了。我顶一届听到这种歌曲吼，是伫做兵的时阵有唱《亮岛之歌》对吧？对，这首歌不是《亮岛之歌》，这首歌曲是袁小迪大哥的歌声。袁小迪大哥，再度重出江湖咯，是吧？这届呢，伊推出上新的作品吼，叫做《拍拼》。做代志爱拍拼无？哎呀，对啊，食饭爱拍拼无？袂当食素人啊！对啦，那人食饭都食素人，有什么意义啊？对啊。生囝爱拍拼无？啊，一定啊，拍拼做人啊！对啊，做什么代志拢爱拍拼，是对不？所以啊，这首歌曲这可以说是非常正面又励志。对哦，而且呢，袁小迪大哥他每次只要唱到这样子激昂的歌吼，都会卖得特别好啊。对，好像是哦。对啊。李佳哦，他有这个铁汉柔情的角色，已经深植大家的心里了。他说咱伫讲男女对唱情歌吼，伊嘛是有一首《男人情女人心》哦。红遍整个东南亚，到中国吼，大家拢在听这首歌曲。所以今晚大部分的时间呢，袁小迪大哥呢都原来是伫咧对话、伫咧发展吼。今晚都要登来台湾呢，也希望讲呢能够录制更好的作品吼，呈现给我们这台湾的乡亲就对啊啦。安尼准反攻大陆啦吼。用歌声用歌声来反攻大陆。没应该买当安尼讲啦。是哦。所以啊，这届吼，这个袁小迪大哥的这个专辑呢，伊嘛是录制了蛮久的一段时间吼，希望大家可以当捧场啦。上新的专辑叫做《拍拼》吼，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去唱片行吼买一张这个小迪哥的唱片。什么买一张？大家爱拍拼甲收听啦。买5张啊，但是少，曲目拢同款，送给亲家朋友。好啦，这礼拜呢就是以上的咱波多新歌发烧榜吼第5名到第1名的名次。全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资讯，就连波多联播网才听得到。波多新歌发烧榜，我们下周见 ，See you next week。咱是勇敢的查某囝，认真努力来打拼，你甲我行
相活，不惊人情的风飞沙。咱是勇敢的查某囝，面对成败都变化，困难中咱来徛愈活，一定成功，好名声。发烧版，好听好听，红不让。